今日1月22號星期二，歡迎收睇香港早晨。早晨，龔慧怡。早晨，嘉怡。今日天氣點呢？今日天氣咧唔係太好㗎，咁朝頭早咧預測大致多雲，能見度比較低，初時有一兩陣嘅微雨。早上天氣清涼，日間最高氣溫大約19度，吹和緩北至到東北風。展望未來幾日早上天氣清涼。跟住睇下今朝嘅新聞提要。